潮童玩潮男，潮童 play。哇！學多啲實嘅，黐線。行得好慢啊！清住個，跟住細我喺度先。長袖手啊！呢場真係好唔就手。呢啲長袖手，直線車嗰啲。就係咁，相當之簡單，裝備仲未齊3部，收極都收唔到隻手。想打場都咁難嘅，你可以怪到咩？由呢個傷害係跳上去嘅客。係持續係3000幾。點解？咁日南有招叫做特殊技能，咁你當呢個唔使點㗎啦，暈，你就揾得嘥氣嘅啫。波士級平常都暈咗啦，跟住致命傷，你篤晒10點，即係你有180，你又篤晒10點啦。咁樣咧可以發揮原先嘅3倍，即係啱啱本來16傷，打到1000以上，咁啊呢個加10%。正常如果你有呢把咁嘅嘢咧，你可以篤晒呢一招噶啦。點解啊？俾你睇，總之又未齊3部，真係慘。呢個就係嘅傷害啦，打落去就2000好用啦。開咗之後咧，掃落去咧就可以去到4000日啦，最高嗰陣4000係1600、3000，咁你到1000零爆咗，啱咩事情？一把數係刷狂虎最好咯，而家啲人為咗合呢啲狂虎刀，
第三個，因為對角線車隊應該係最高上，唔知點解日南車對角線好傷害比較17秒定唔知10零秒一場球，好正常事情。隻嘢冇死咗。3000，咩事情？哇！太麻煩。冇錢，要瘋狂嘢都俾唔到。咁收翻台佢發好咁啊！打呢啲就好似切豆腐咁樣買，即係點？開刀片豆腐西係咁樣，咁就豆腐，唔使等佢講。冇貓嘅，其他啲都唔識。成效唔錯嘅，我冇音冇面，可能人面好叻啲咧，你就知道即係點。好似咧條片唔同咗，今日喺重考。哇！呢個人聽下，嗰啲速車好快，差唔多80秒啫。冇上線嘅，所有佢哋走去打製作專業，插翻講苦根苦渣苦痰，唔係早咗上去派之後一定掂到。豬我關佢。係就跌頭髮添，好歪喎！哇，你睇下，呢個就係冇中，呢個就係冇嘢。如果唔死就係。外掛通常都係自己一個刷，因為咧聽嗰啲外掛咧組隊嘅話，好似話有8
犀利的外掛啲虎頭嗰啲，我唔知你點樣打出嚟。如果打呢啲有咩好打？貼紙咯，貼紙多精。開始講啦。錢點解覺得冇得揀？而家有一點嘅自己打法一樣。打嘢，打得太快啲。係啊，開頭開刀先係之後直接車，我係死埋嘅。咁神奇嘅打唔贏先，呢隻打贏，點解咧？好大變色，唔係喎，兩邊兩冇事，我睇我咁。谁是我的朋友？我是誰的朋友啊？難嘅，冇嘢好難寫。因為放白冇啊，好想死。在工廠房員公司收進。個個都要中精嘅，發生咩事情？一個搶咁樣喺度，一個二嗰度收中精嘅事情。咁我究竟發生咩事？呢啲唔封兵好難打，但係我用呢隻打我覺得幾好。哇！咩事？鬧怪支持。所以我就唔中意用主角打呢啲咧，好煩你。
Oh yeah, oh my god, oh my god. Oh my god. Oh my god. 我呢個打水。做咩做佢？啊！知點解？好煩。喺呢啲怪咧，通常工兵打都 OK 啊。不過工兵就要時間，你手快就打得好啲咯，手慢佢不過佢識多啲魔法，跟住時間要預得佢啱。打呢啲一直再打時間，呢啲就多驚啲咯。印度怪23隻腳。哇！究竟發生咩事？爹哋入嚟嗎？呢個垃圾。觀賞下呢啲人發生咩事先。呢啲垃圾咁，我哋試下啲雲就一齊試。幫我大力點花粒先。就係呢啲啊。唔一樣啦，工兵打好難做。不過記住，唔放音咧，你就咪想打緊仔呢啲廿零萬嘅嘢。開始。哇！咁一次好彩。呢度有咩好處啊？會跌120像啦，豬仔啦，所以跟住勁多咯，點多㗎？係一個點咯，不過死亡嘅程度又係好高㗎。點解？俾車我唔到，識風就打呢邊兩批打就最好，唔識嘅話食物當到你，可惜嘅是你的最愛。唉，識唔使諗啊嘛。佢要成功打兩批先得，不成功不走人啊！
緊要，死一定要好。啊！我封好俾你睇。好啦，到你啦。認真講超試我567盤都唔得嗰個算。不如真係打嗰先。一套票有一批，一套票有一套票就一批，應就銷售就成。就快啲。銷售就色。都衝出去嘅同埋好情況。報死你，9成，有幾多？2000。唉，日華冇嘢嘅。我練呢個收皮，講唔錯。二線好過，一批批打，咁多好長。二線好過。車坐位，好頭暈啊！下一次應該會拍台女發布，收到拍啦已經，即收即拍。